他压力懂开，因为等一下要做给，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天敌。那从这就讲给，鸡出来了，我要先走进去。我希望我不会影响到大家进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好，快点，快 ，Come on， 1至1至18 ，Take one。哇，给我们教。